后来，这个国安局的特勤人员走私免税分，包括总统府、国安局、交通部甲华航，拢受到波及。随着案情愈架愈大条，民进党是真惊会去影响到明年的大选。国安局特勤人员利用总统专机偷诈免税分，案件第5天啊，反复持续扩大。 私分数量嘛增加到10009条，就算华航董事长贾世谦出面道歉，但是卖酒基点也是拢无讲清楚。爆发这样的一个陋习，人民已经非常愤怒。但是如果后端在危机处理查办的过程又不够积极的有力，这对政府形象跟信任度的重挫才会更严峻哦。这个案子不可轻忽，可能国安单位或华航的最高主管需要 请辞止血，后续静待司法调查，以免影响选情。对副院长提出机会建议，就算蔡总统已经要求行政院局长胡国正伫1礼拜内提出检讨报告，交通部嘛对华航做出无真相，贾世谦就要落台处分，就惊风波不断的延烧。毕竟离总统大选已经剩无到半冬啊。 什么叫雪上加霜？一个执政者最大的责任就是把工作做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面临的是长久以来累积的问题。那么既然发生了，我们就要面对，就把它处理好，让将来不要再发生。这是一个做现在的总统的人的责任。蔡总统强调面对问题解决问题，民进党立委嘛建议应该无设前提、无设底线，查办到底，才会让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再度受挫。